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日葵，分享收看这礼拜的小的四天谱。呀，安东尼，为什么今天这么大阵仗？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拍纪录片的导演，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禮拜小學四件部，我同你大家來討論下學習味道物街。今日天高，唔對把電書包圍去圖書，唔單止還有同學、兄弟姊妹，大家都會去圖書。不過，你有想過一個問題嗎？唔做乜嘅我去學校圖書呢？有位探員講，學習係邊度學到行卡圖嘅東西；有位探員會講，係邊度去圖行卡好嘅學校；有行卡圖嘅探員會講，也係邊度能白我要行卡好嘅條路。不過，也都係探員講嘅，驚唔喏？唔要潛到自家學習嘅理由冇呢？在醫科聯盟嘅調查，統計歸總過後，似乎有一位同學潛冇學習嘅興趣。超過1/3嘅人唔對學習同彼得有乜嘅關係？統計大學過後，還有冇一般嘅大哥哥、大姐姐對彼得嘅人生知道渺渺茫茫？對小學碰到大學專業，唔至少有16年我哋學教導學。上來安樣嘅唔爭會有興趣、有耐心嘅學16年咯。今日研究講下嚟情況啦。聽不懂。第初屆嘅傳語教室度，邀請到幾位同學，我哋同講下嚟前做乜嘅學習。當然都係頭一擺本人問到廿個問題，我用嘅回答其實冇按改呢，研究在堂課呢，廿個答案。學習可以用在生活上，就是讓可能別人會看你比較聰明。兩個同學講，學習係邊度學到知識；有一個同學講，係邊度我有好嘅品格。老師有跟我們講過，第一名不重要，但是你的品格是最重要的。你在社會上，就是你有什麼樣的，就是人際關係，老闆是最，他才會覺得你是一個好的員工。三個有兩個同學就講，學習係邊度我有好嘅成績、好嘅學校，能把我前到好嘅條路。一句話一從一隻談到呢。故事下來，研究問了一個問題。有幾多個探員是同個學習係邊度我有好嘅成績、好嘅學校，能把我前到好嘅條路呢？因為我覺得我們老師講過，就是要品格好，到學校學好品格，然後好成績都有，然後嘞這樣子就會有好的工作、好的學校、好的成績。其實每個學習都是給我們重要的知識，叫我們找到才能出風頭。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對的，因為我這樣讓我長大，我才可以，就是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堂嘅大家答案，研究一個問題嘅，係講請寫出一個學習嘅理由，係自家潛到位，唔係他人同講嘅，更要為寫乜嘅呢？同頭前嘅問題對比，也係一種很艱難，所有嘅人都未能當救。有兩個同學講，係邊度嘅交朋友，學習用嘅同人溝通。有一個同學講，係邊度嘅學到知識。有兩個同學嘅答案冇改變，係邊度嘅前到好嘅條路。不過有四個同學唔知自家做乜嘅學習。我就是在想我之前學習的時候，為什麼我就想到為什麼我要學習？就是一開始覺得不知道怎麼寫，所以就會覺得很困難。我們老師說的很對啊，然後那個我想講的也是老師講的，然後老師講的那麼對，然後呢，我就是想不到其他什麼好的，然後就剛剛就一直在想其他的理由，但好像老師都是講過了，然後或是如果不是老師講過，就是爸爸媽媽講過，然後爸爸媽媽，然後呢那個他們講過的，覺得他們講的很對，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感覺。上來研究乜嘅學習呢？
有一台后生的纪录片讨论，佢对14岁戏师用的青年，用摄像机来问亚嘅问题。纪录片正是记录嘅佢韓國家同學對國總統大學嘅生活過程，展現出佢對學習嘅想法、韓國義父，係台灣頭一出對學生嘅角度來探討生活問題嘅紀錄片。如果中學的歷程你們可以重來，然後不是國家規定的，你們會希望怎麼度過？我覺得應該是多一點自己的時間吧。真的選擇自己要念什麼。高中的時候就是很少有機會讓你認識，就是你到底自己的興趣在哪裡，因為多數的時間你都是在接受別人給你的東西，你很難自己去反思我的興趣是什麼，然後我想要做什麼，然後這東西適合我嗎？然後可是我個人是，你覺得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很覺得讓頭人用嚟青年的時間，從各種開始，協力列出一座學習嘅理由嘅紀錄片。今晡時候時間會有非常嘅難得，繞場到期嚟到節目現場，本嚟就熱烈嘅拍個上嚟分享讓這番頭人。大家好。導演你好，首先我們想要在討論之前，先請教你一個問題。我覺得7年的時間並不算短，尤其你還那麼年輕。那一開始你去設定這個紀錄片是拍給誰看的？這部片最初很希望去拍下來一個教育不一樣的可能性，讓體制內的老師跟爸爸媽媽可以有所反思。我想請問導演，學習的理由這個主題可以有很多的呈現方式，那請問為什麼是要用拍片的方式呢？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什麼不是紀錄？為什麼不是劇情片？為什麼不是文章？為什麼不是書？當然這些，例如說文章、報道等等，我們都做過。但是其實為什麼這部片要一直拍7年的時間？那像我說，我之前曾經嘗試過給這些朋友們看，說，我們現在調查發現，這個大學畢業生成為最高的失業族群，所以你今天即便讀到大學之後，你也沒有比較好的保障啊，那你為什麼今天要這麼痛苦？那他可能就覺得說，你不懂啦，你現在又還沒有出社會，你講什麼？那我能夠做什麼？好像我用這些文章啊，用這些數據跟他們溝通，都不是那麼有效果。所以，像我剛才說的，能夠做的是當一面鏡子，持續去記錄下他們的改變，那看看他們改變之後的樣子，是不是他們自己真正期待的人生？對我來講，最大的震懾就是其中有一位死黨，對我來講，他像是少年達文西一樣，到了國小的時候，他開始自學3D 立體動畫，那時候維基百科還沒有。那到了國中，以前看不出他有什麼音樂才華，結果他聽到爵士樂，超喜歡的。那他就開始自學，就學了之後可以即興獨奏。但是當考試來臨之後，我漸漸覺得找不回這個我認識的他。他漸漸把他以前所有才華都放掉了，因為他發現，其實我可以考得不錯。他就每天越來越計較說，其實我可以再考高一點，我再考高一點，再考高一點。1年之後，他上了我們宜蘭當地第1志願的資優班。我在遇到他的時候，那時候我為了想要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改變，我自己也跳下去考試，結果我甚至考到最後，我覺得說我也可以考高一點，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時間拍片？我不用去偷拍補習班，我不用跟他一樣。對啊，跟他一樣啊，所以我就突然覺得，哇，天哪！環境的力量這麼大。對，我也陷入在其中了。那我就去跟他對談。那時候他跟我講說，你本來就不能想這麼多啊，考試就是你唯一的目標啊。就短1年的時間有這麼大變化，那對我來說，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什麼改變了他們。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反映20年前的教育，那我們當然往後20年後的社會也是反映我們現在的教育。其實我還蠻期待說20年之後會看到什麼風景。在外面奔走的辛苦的意思。然后 C 选项希望有
盤就係討厭講嘅少年泰文系。味道嘅升學考試，佢啲音樂、韓國科學嘅才智冇在個速度衝刺。紀錄片獨行嘅佢，接上就見看定鏡頭，看起來都無奈何。每一場對安尼嘅成敗，知道都不滿。吃不出東西來。不想，真的沒有。所以我高二才想要休學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被这个地方困住，就是说我在考机测这段期间，我会忘记我的方向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你的方向就是考机测啊。对啊，但是你会忘记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会忘记，就是说你会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读完书之后，我不知道那个情况还蛮复杂的，但是意思就是说，考试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准备考试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你唯一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你唯一的目标，你想不了那么多啊，本来就不可能。本来就不可能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个多可怕。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就是说讲的严重一点，我觉得我已经忘记我是谁。导演讲的这段话里面，也让我们体验到，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小欧也知道，学习可能不是为了成绩，不是为了考试。那我们想要首先请教一下大家，找一件事情是你自己想要去学的。不是为了像你讲的环境叫你这么做，或者师长叫你这么做。我们来出示各自的答案，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数学能够使我思考，就是我想要自己找到解题的方式，然后创造出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一时那时候土耳其政变这个新闻出来的想法，就是我想了解它政变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说是土耳其唯一一次失败的政变，然后我想说不对，难道还有一大堆政变？难道有10次、20几次的政变吗？土耳其有政变的历史，他的军人不断在政变。对，然后我后来就去查，然后就找到一篇文章，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文章我花了3天的时间在研究，因为里面很多专有名词我都不会。再過來，有3個社會是愛好樂器，個個都有無共有嘅理由。我会选择一个乐器，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也是一种抒发情绪的管道。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节奏感的人，然后我也喜欢聽一些有爵士風格在裡面的音樂，所以我想要自己嘗試去就是做這一部分的節奏。就會透過種語言上的張宇sau下一類大家想都想唔到嘅答案。其實我對他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喜歡，就只是因為從小到大都在那個生活環境長大，所以就覺得說，那個感覺不去做就是一個，就感覺很奇怪，就覺得生活中會少了一大部分的事情，因為有一半的時間其實會花在補習上面，就是所以你沒有想象過沒有補習的生活？我有嘗試過，可是那段時間就會覺得很空虛。清明好大天堂嘅柚子，等陣就會愛好，用嚟做一類實況主。因為這不但是我的興趣，然後如果可以當上這個行業的話，不但可以使人快樂，那自己也可以有收入。对啊，我觉得你讲的还蛮有道理，但是你爸妈买不买账？我之前采访过很多人，他们都很想要靠打电动为生，但他们爸妈回去就讲什么：“你又在打电动，你该读书不读书，你这边搞什么鬼？”那你爸妈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吗？他就是说你课业要先顾好，可是他没有特别重视成绩啊，就是只是说要学的还是要学，可是他不会去阻止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导演在纪录片里面也不断问他的这个学长姐、他的朋友们问题。今天听到小欧们自己想学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理由，导演你有没有什么好奇的要请教他们？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在座的小欧们还蛮有方向的，或许不是让父母最担心的那种类型。我举例来说，我上个礼拜刚从高雄回来，我去高雄做一个工作坊，那现场就遇到很多国1、国2的学生，大概跟你们年纪差不多。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最有兴趣的事情啊？大家可能都这样看我啊。那我就说，那
不然不要讲兴趣好了，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在学校里面最想要改变或者最不满意的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叽叽楚楚，互相推来推去，说啊你回答。那最后得到几个回答，例如像，哦我们觉得我们裙子太长了，可不可以短一点？或者是这就很诚恳啊。对，这就很直接，或者是说，哎呀那个隔壁的那个谁啊，他最平常都在想的事情就是如何去追到隔壁班女生啊，可能需要问在座的各位，还有包含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方向呢？就导演讲的，学习这件事情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长时间，甚至是人生的目标？你们觉得你们选的这一些能够成为一个比较长远目标的，请举手。甚至可能变成小提琴家来维生的。1、2、3，所以7位里面有4位，乐琴、小提琴、爵士鼓，为什么都没有举手？阿梦，你不能当小提琴家或是小提琴老师吗？可以啊，可以，但是我没有很想要朝这条路发展上去，就纯粹只是旁边的专长兴趣。其实我在学爵士鼓，我跟我爸妈其实也有说服，但是他们也会说要学这个可以，但是你要先守住你的学业，就是你的学业一定要在一定的水准。一样嘛，大家爸妈讲的都一样，要学什么都可以，但是功课要先搞好。而且以后我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很多亲人都不会同意。为什么你的路要别的亲人同意？如果你讲父母就算了，表哥也要决定你念什么吗？还是表妹？我觉得我其实是在大家的期盼下面长大的，所以我的主见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很大的可以表达出来的那个方向。你更要表达。上国中了，蚊子，好不好？好吧。好，做自己。来，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其实导演，如果说我知道你那个片子很多人看了会有一些冲击，那现在假设包括我们的小欧或是其他我们小欧事件部的观众，他们对于学习的理由这个纪录片有更浓厚的兴趣，他们可以怎么做？怎么看到这个片子，或是说他们有哪一些选项？接下来如果还有想要继续放映的话，我们在10月之前都会开放做包场。那10月之后，11月以后我们会欢迎大家来做邀約嘅公播。從來拖人講嘅吼，佢列出紀錄片地度也強調咧，其實學習唔單淨係為到成績，為到考試天天。不過，佢們嘅學生啊，們嘅先生，們嘅家長，大家嘅想法長年都留起上嘅，冇賣強弱，都嚟記得係樣板講嘅。咁我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大現場。你觉得如果现在是为了机测而读书，你觉得有达到这样吗？我觉得应该多少还是有吧，因为以后你要去向别人推荐自己，然后别人第一眼应该还是会看到你的学历吧。可是学历就像那些考上去的，你现在也不用应该还是有吧。那假如说今天你不用为了机测而读书的话，那就为了考试读书。好。为了机测以外的考试。你喜不喜欢机测？不喜欢啊。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就可能原本不会觉得学东西是为了考试，但因为机测，然后就开始觉得学东西是为了考试，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会觉得学东西是为了考试。但是我知道不是，而且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就对啊。机测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基本上我会给他比较正面的评价。在他们这个年纪，其实真的很难理解到底读书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用。那在他理解到之前，好像是不得不然的一个，帮他设定一个目标，让他去追求，似乎让他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做。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好事。不然他们真的，他就会觉得到底学数学要干嘛，学自然要干嘛，平常又用不到。对，
那机测这个东西让他非学不可。那这样的话他们不会累苦吗？我不觉得，因为其实你会越读越轻松，各个学问其实都是有相同的道理。你的语文进步了，你对于自然的了解就会提升；你的数学逻辑概念清楚了，你对自然的推理就更容易推理得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一开始会很辛苦，可是到后来它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容易掌握到重点，反而会感觉到很多的乐趣。非常的多，社會立場上嘅單一，因為要設計社會，所以比立場上嘅兩價格還要多。你大家要設計價格麼？第一個問題我要請教的是，剛才我們看到基測，雖然你們沒有基測改成會考，但本質上就是考試。你們有多同意學習就是為了考試這句話？請表達自己的立場，上階梯箱，謝謝。同不同意學習是為了考試？有多同意？高度同意的同學可能是4或5分，然後不怎麼同意可能3分、2分、1分。哇哦！我先請教一下派大星，你是很極端的立場，還是你不想要跟他們站在一起？你的麥克風，你的麥克風，這是0分啊！你是0分，你堅持要0分是不是？對，這是0分。OK， 可以占0分，可以占0分。如果堅持的話，你完全不同意嘛？是不是？為什麼派大星你要站在一個我們沒有設定的分數？就是其實國小會覺得學習是為了考試，不是一定的嘛，反正每年就是一直考試嘛。那上了國中之後也是每天一直考試，是。可是因為老師上課的方式會變成為了讓我們吸收，會比較彈性，可能願意跟我們溝通，願意跟我們互動等等。所以我覺得學習變成的是一件充實自我，而不是為了考試的事情。考試完全就是跟學習是沒辦法畫上等號的，就是0分。我覺得這是0分。OK。那个像影片中提到，就是如果我们把就是学生学习的目标放在考试这个东西上面，那虽然他们会全力以赴的学习，然后全力以赴的想要记住或者是得到好成绩，但是一旦考试过完以后，他们就忘记这个知识，反而失去学习原本的道理跟用意。来，小亮，你的立场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生活中不用考试，但是我还是会学习，所以对我来说，学习当然就不等于考试。学习也可以不用考试，考试只是一种证明你记住的方法，而证明你记住有很多方法。你举一个没有考试也能证明自己，我真的都记起来了。就像作业也算是一种，就是确定你有没有学会啊。你自己写的时候，从你写题目还有发表什么顺畅程度，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学会啊。OK， 蚊子，你是今天7个小孩里面最同意学习是为了考试这句话的人，你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学习跟考试画上等号，是因为我学习就是为了要准备明天或者是月考的考试，而且考试完之后，我对那个项目或者那个科目的兴趣就会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以后工作走一个专攻的路线的话，我不需要学到这么全方面的东西，因为学完考试完就没了。来，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大家的立场。接着我要请教大家，不管你刚才这个立场是多同意还是多不同意，在现实上或生活当中，尤其在学校，究竟学习是为了考试这件事情，这句话有多贴切？来，请表态。刚才是你自己认不认同这句话？那现在是实际的状况又是怎么样？你在学校里遇到的情形，大家都往最高分移动。上半场的时候，我记得张玉烧写的板子的那个内容是补习，那占了你生活很大的一部分。然后你现在站在5分，你说学习实际上就是为了考试，能不能说明一下？就其实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学校没有规定考试这件事情，会读书的人说真的是非常的少，而且加上因为有些老师会用那个分数去评断那个人怎么样，所以有些老师虽然说是最注重品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内心还是会有什么分数的那些，就可能成绩差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未来是没有用的，所以可能就对你就比较放松，就是不会一直去约束你这样的，就是有点放弃的感觉。最后一题，所有人听清楚哈，不管你刚才前面2题的立场是什么，那究竟学习快不快乐？哇哦，有些人不是啊，我以为你要到6分去了。还有移动的吗？有3位是非常快乐哦，变2位。让我把麦克风交给7个小孩里面学的最不快乐的阿梦。我、你怎么了？为什么你不快乐？
我觉得在学校，因为我学校成绩很好的很多，但是我就是国小嘛，成绩没有很差，然后呢到国中，即使待在那个环境，我就会给自己压力很大，说这次一定要考到前10、前5之类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刚刚现实生活中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在对，你是5分。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没有那么快乐。我低年级刚进小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名次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学校排这个东西要干嘛？然后可是最近就是在毕业以前，我们班老师要公布名次之前，我竟然是期待到不行。但是其实我认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老师以及那个同学还有父母啊，给我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必须要更上一层楼，然后我必须要考得好，然后我必须要拿到好的名次。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到底有没有进步。好，现场这个时候，大家记得嘅想法，到节目嘅最後，我請教電視挑戰嘅觀眾2張問題，第一張問題我請教做家人，你係用乜嘅理由讓你嘅成員嚟講我係好識嘅？第二張問題當然是要問所有的觀眾朋友，尤其是小歐們、同學們，你有沒有想過你學習的理由到底係乜嘅？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個禮拜6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事件簿。希望大家社會事件簿，你呢？一下蒙眼，一下安东眼，怎麼這麼大陣仗啊？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一個拍紀錄的楊導，不好意思，拍紀錄，學識邊度擘街？做得嗎？你怎麼樣？ It's OK，這我覺得是講一些沒關係。可以嗎？